我们的乐团开始创作中文歌以后，我们的歌曲被很多老师、中文老师，拿来当教材，所以现在很多外国人在学中文的时候会学我们的歌。咱即摆到的是读一堆理论，互你无趣味，了，所以像阮较早，我读台机的100个人哦，毕业了对机有趣味出无20个。我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主动性比较强的移动书店，它可以带我去我还没去过的地方，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不同地方的人文还有文化，也让那个地方的民众有机会可以接触到，原来书店可以做那么多事情。有记得跟我德国朋友讲，我说你们2个真的是要到台湾才知道是你们那边是乡下，这边是才真的城市，还天堂这样子。所以台湾是一个好地方，人好，地方好，